也不希望痛苦哀伤，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安乐者因修持善法而行事不善，因此所求与所行与背道而驰。反复观修，这些需求安乐而为受痛苦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各自所求的快乐幸福，该多好！最后观想，不仅自己希望安乐，一切众生也同样为求安乐，与自己无有差别。未升起这样的定解之前，因反复观修，如诸经部中说，此身业，此语业，此意业，苦中之言，蜀中之事，都不应有随其他众生，唯因真诚此爱。如入行论云，眼看众生时，诚此而视之，甚至目视其他众生，也应当以含笑悦意的表情，不能以嗔恨的表情怒目而视。从前一位蛮横的官员，经常以怒目看别人，护士就转世为以护俗家照下之盛犯的恶鬼。经中说，但目视圣者，将堕入地狱。身体的一切威仪，也因温文尔雅，几近调柔，不害他人，精勤利他。苦中所说的每句话，也不应藐视、破斥、讥讽他人。您说地是悦耳之语，意识也是同样。如果饶益他人，不应希求自己得到好处，也不应以细微的调柔威仪、温和愉悦等手段，使他人将自己看作菩萨，而因内心为求利他。所以就是自己的生苦意，能够可以在调伏变成这种柔软，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能变成这样的说明呢，就是内心有菩提心。如果是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就不一样的，因为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我们整个的修持当中呢，就是没有菩提心是不可以的，有菩提心才是最殊胜的。而且我们消除业障，然后消除障碍，各个方面，我们每次都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是想啊，今天这个事情是怎么办，修什么比较好等等，实际上是没有比菩提心更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学的这些都是为了要能够可以升起是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就千万要这个学习学修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再升起菩提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菩提心来说到，就如菩萨行论里面也有讲嘛，菩提心的功德感。那么一个人能够产生菩提心的情况下，他会变成什么样的呢？本来就是在轮回中一直在不断的痛苦的一个众生，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充满烦恼的一个众生啊。那么在一个轮回中的众生呢，当然就是轮回中的众生，不是菩萨。那么如果是菩萨的话，菩萨在轮回中也是就像我们在那个普贤行愿比年的时候呢，是犹如莲花不着水这样。莲花本身就是在水里面长出来的，但是也是下面有很多的泥水啊这些，但是莲花开的时候，就是上面也没有沾到什么泥巴，什么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全部都是，它是莲花本身是很干净的。那么菩萨在轮回当中呢，轮回当中都是充满烦恼的众生一起，那么所以就是众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轮回中有很多的不清净的东西，整个都是不清净的东西。但是菩萨本身是清净的，所以就菩萨本身是清净是什么意思？因为心清净。有菩提心，有菩提心就是菩萨。所以在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就是生死于切苦有情，
然后若生珍贵菩提心，生是当中的一个众生，如果是他升起了菩提心，若生珍贵菩提心，然后即可得名诸佛者，那么他就变成了菩萨。所以呢，实践人天因理尽，实践的人也好，天人也好，都是会变成对掰的这个对境的一个对象，变成顶礼的对境。那么为什么顶礼？是不是马上变成了长相马上就是怎么升高了地位是不是马上发财了？所以就大家去顶礼他？不是，你长相变了如果是变了，也是不会有人去顶礼。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做美容嘛，对不对？做美容，然后就是做那个脸部全部都换掉，就是一个长相很不好的一个人，如果是去把他那个做美容，这开刀就长相更好的，这都是现在世界上都有可能的嘛，都可以做得到的，这都并不是说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变成怎么说呢？长相变了，马上就世间人天都是会去对你顶礼吗？不会的，没有办法的，那有人突然发财了，那有没有很多人去敬拜他？也没有，这些都是外表物质的一些功德但不是真正的功德。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真正的功德是什么？内心的菩提心，内心有了菩提心，才是真正的功德。这个功德呢，任何一个人，那你有了这个菩提心，你不管是你是什么地位，你是什么民族，你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说富贵家的孩子，这都没有关系的。主要是你有菩提心，你就是菩萨。那么你是菩萨，所以就是世间人天，不光是人类，就是天人都是因理的对境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修持的这个，就是要能够可以在修持圆满成就。是什么？圆满成就就是我们升起菩提心。为了要升起菩提心，我们要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光是发菩提心，嘴里说一说也没有用，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可以做到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才是达到真正的该要的这个效果这样去观想，然后应当反复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不损害其他众生，乃至连一根毛孔是众生的毛孔也不损害，违行扰意，尤其是对依靠自己的眷属、奴仆、旁生等违行扰意，乃至门前以上，都不依以殴打什么意识方式对摧什么摧反行为、言语、思维、任何实践都应当仁慈。如今身为奴仆门前而受到众人欺凌嫌憎的这些众生，也是往昔身为有权有势之人时，造了欺辱藐视他人的恶业所承受的果报。如果现在自己以地位显赫、受用圆满为因而欺凌他人，那么后世也将感受那样的业果，自己也将成为他人的奴仆。所以这些方面大家也可以比较实际的这种生活之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所以对于自己的低于自己的那些众生更应当慈爱，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久病的患者等，自己以三门禁令做饶益时，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如阿底峡尊者说，
若对远方的客人、久病的患者、年迈的父母等慈爱行事，实与实修空性大悲藏相同。尤其是父母对儿女特别怜爱，恩重如山，所以在父母年迈之时，若刺伤他们的肝亲，则罪过特别严重。世尊也曾为报母恩而前往33天为母说法。那这个方面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是实际的能够可以做到一些我们修善的功德的对境，就是自己的父母老了以后呢，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孝敬。这个方面来说了，就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更不用讲的。从一般的实践人来说的话，也是这个是肯定是非常重视嘛。那么特别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可以自己成佛的因缘。从这样的角度去想的话，因为父母老人呢，就是年纪大了，然后心就是非常的脆弱，所以就是小孩的一举一动都是可以马上让他开心，也马上让他很伤心。那么马上让他开心的时候就很有功德，非常非常有功德。所以呢，不光是从实践人的角度呢，作为就是母亲跟父亲是我作为要老的那个对境。那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角度来说，也是我就可以代替一切众生，能够可以在这一次呢，就是尽孝，以这样的一种发心来要做孝心，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不能伤害父母的心。自本自灵着康中